这个月初，伫台中发生公安意外的刑事法建案，因为目前检调又搁咧办案，现场拢保留证据无震动，所以这吊车搁伫咧大楼的厝尾顶。不过，风台嘛话都要挂来啊，市府已经要求建商要加强固定，避免发生意外。大田人来刑事法建案楼尾顶，甲铁架加强固定。台中捷运这个月初站，互这个塔架吊手击着，造成140伤。现场配合台中地检署的调查，保全证据无拆除。即马强烈风台麻话瓦紧，市政府25得到检方甲运安会同意，要求建商加强固定。特别经过检察官的许可跟运安会的同意，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来进行整个相关的加固工作。因应整个马华台风的来到，那市政府也会要求各个工地对于其他的部分来做一些安全防护。做回来的台中结构工田技术工会表示，吊手弯做3节，各互相相连，建议每一段吊手拢爱伫头尾所在有更锁固定，避免强风吹会害。目前是用钢索去拉，因为钢索只承受拉力，不承受压力，所以会建议每个固定点至少要有2支钢索，彼此去拉在一起。那当然，这个是属于加固工程，并不是去把它拉紧，因为拉紧我们也担心它会破坏到现场。台中市路检处持续考察辖区内32位有塔架工地，结果17位无下规定，其中8位有危害路工义务下令停工，拢总罚222万，并要求限期改善。塔吊的钢索有局部的损坏。塔吊的吊钩没有设置防脱落的装置，开口防护不足，施工价没有符合规定，没有订定相关的安全作业程序。最主要还是这5点。台中市政府提醒业者，若做无经过路检机构允准就复工，会甲相关人员移送地检署，后续会面临相关的刑事责任。呼吁厂商甲施工单位唔通无守规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新